请收看古井情深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惊，笑笑一句随缘啦，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。 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来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边予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 你放心，这摆准伊若娶阿美来转来吼，我随时就叫伊两个结婚啦。妈，啊，这婚姻的代志吼，阿美来甲你做主意就好啦。我做大兄，啊，无咧啥物主意伫个，啊，无我安尼，我来捧一个茶给你啉啦吼。好。阿妈，哈，我感觉哦，伊无啥欢喜呢。点点啦，找伊那人。哦。哎，堂个啊，啊，阮准伊啊，敢无打电话甲你讲？ 伊要去因两个斗阵大的所在去找阿美啦。有啊，准爷啦，来个准爷都有打电话转来交代讲，伊即摆伫台北大个所在啦。吼，啊，无，你即马紧甲我打一个电话，互准爷，我有代志要交代伊。好。喂。 喂，你哪拢无爱出声啦？你是毋是阿美啦？阿美啦，这10几年，你拢一直伫我身躯边，伫咧陪伴我，从来都捌离开我。我嘛想袂到讲。 你竟真是来离开我，我就家己感觉伊惊起来。我即马深深才体会到讲，我无你袂来。阿妹，你比我性命更重要，你知影？你哪拢无爱讲话啦？我拜托你出声者好无？ 喂，阿美啦。注意啊，是我阿母啦。阿母啊，阿美有找着无？也未找着。注意啊，阿美巴肚内迄个囡仔对咱了解是足要紧的呢，你啊赶紧甲找转来啊！啊若找无，想办法解决几个人斗找啊！你知无？我知影啦，阿母，拄则通电话你嘛哦，敢若无厝阿美来拍入来，我即马赶紧来找伊啦，我无爱讲啊哈。哎，无啊，注意啊，注意啊！准爷是安怎讲？伊就讲，拄则有一通电话，敢若是阿美来敲入来，伊要赶紧去找看卖啦。哦，安尼，来，赶紧，甲开来。万一若这准爷找阿美找有着，伊要敲入嘛，靠我倒敲入来。好，哎，安尼你看有好势无？哈，安尼。有啦。阿妈，啊无你当遮等啊，啊我等下才来接你啦。啊，等。
嘿，准义，嘿，我有母啦，啊，找到未？对啊。找到啊！安那，囡仔有要紧无？平安，平安。注意啊，即摆较细腻咧，好啊，甲我带转来哦，会弄较细腻咧哈，有听无？好。找到啊！有啊！大人囡仔拢平安啦！哎呦，天公伯啊，多谢天公伯啊保佑。妈，我饭煮好啊，要食饭啊好啦。阿玲啊，未？啊？因叫恁阿妈等下食饭。哦好。哎呦，你伫家是变成以后我哪唔知哈？你咧讲话莫当假假啦，啊！啊，甲你借几万块，你也唔肯，啊，钱像钱啊呢？借钱免讲啦，啊，你唔是老婆啊，拢搬赢。搬囝嘛要靠手气，有时啊赢，有时啊输。哦，啊搬囝就逐个赢哦，逐个免讨趁。啊，你简单啊，莫会搬嘛，啊，毋是就好。你真奇怪呢，你来想看卖，啊，一暝长落落啊，啊，你叫我踮厝内遐坐哦。你明知我即摆真是安尼懵两场啊哦，无安尼手会痒。手痒，安尼我跟你讲吼，咱灶头有菜，都去家倒掉啦。我甲你讲哦，啊，恁爸来开2成钱，莫甲伊管啊哦，无有钱我先来掠讲哦。我是要安怎？你唔通认为我底下无赚钱就无当伊呢？恁爸正包你看，哼！去啊，走你去啊，爱搬走你去啊，搬死我啦！你好当咩讲啊？你等去甲恁老爸讲，讲我要靠我才转去。阿妈，哈，你这查某囝是安怎讲袂翻车啦？转去啦！啊，毋对我阿爸伊就，嗨，你是安怎啦？阿玲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阿嬷吼，我来留踮遮食饭，等你伊就转来，吼，你甲恁阿爸讲，吼，去。妈，你遐坐，啊，我来炒两菜，吼，吃好你食。阿公，你是毋是阿玲阿公？我想你啦。你是阿玲啊？嘿，这久无看，哪这大汉啊啦？阿公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哦，你等一下哦。阿妈，你来看，你看谁倒来？阿妹转来了唔。是啦，唔是，较紧啦。阿丽，阿母，阿丽，阿母。你查某囡仔，你创啥物下？遮尔久的时间拢无厝来消息，也无联络，你到底伫外口是创啥？哈？啊，毋着应我讲啊！阿母，你莫讲莫问啊济啦，咱倒来厝遮搁讲好无？好，来转来转。阿公，我帮你摕啦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才坐啦。阿母，啊大阿大嫂最近无伫厝里款吼。阿妈，安那？爸爸甲妈妈拢无伫个啦。讲我这两个吼，实在真侥幸哦。俺两个半日就出去啦，啊，规间厝放空空啦，啊，大门开开啦，实在真妖艳咯。哎，阿玲啊，哈？你去楼顶，阿妈有话要甲恁阿姑讲。哦，好。阿丽啊，啊，迄个咧，阿母，是啥物迄个啦？啊，就顶蛇甲你斗阵倒转来的迄个啊，无你敢有别人？阿母，无啦，你莫有白讲好无？啊，一转来无甲你斗阵来啊？我已经甲伊切啊啦。阿母，你莫搁问啊啦，我无想要搁讲着伊啦。当我做老尾问你几句尔，就安，哦，啊，就你烦呐。
煞转来要住几工啊？阿母，我想要倒点厝，我袂去台北啊。啊，伊若过来找你咧？拖遐尼久啊，嘛无法互一个交代，所以我就看破，我离开伊啊。讲啊，恁这条囡仔吼，一个一个啦，你互我烦啦，你互我责啦。阿母，莫安尼啦，我甲你讲哦，即摆我是真正想厝，真正咧想你才转来的呢。敢安尼？真的啦。那真是安尼是上好啦。你是安怎不爱入？是物件有你来遐甲你买？阿美啦，阿美啦，哎呀，哎呀，等来的。阿美啦，平安等来的。等个，注意啊！即摆照顾阿美来责任，我已经交予你哦。我希望讲你会当甲阿美好好听对。堂哥，这我知影。对啦，你若要哦，食等真久啊，你赶紧敲一个电话互伊。喂。阿亮，阿嬷有伫无？啊，姨姐啊，有，你等一下。阿妈，姨姐打电话来啦，我进来啦。来，别来。哎，正义啊！阿母，嘿，这个阿伯来平安无？转来未？有啦，阿母，放心啦，囡仔有要紧无？不要紧啦。你等我，我那边来去吼。免啦，阿母，等遐尼暗啊，阿妹若忝啊啦，互伊休困者，有啥代志哦，明仔再讲啦吼。好，你就较细腻咧嘿，好好照顾呢，吼。我知啦，阿母，要无我挂电话哦。好。阿伯就转来啦，囡仔平安无代志。阿玲，甲阿妈来炖粿来。哦，好。你请啊。安怎？我从来哦，都没有这种感觉。什么感觉？我嘛不晓讲。我真是要做老爸啊！听到要做老爸就遮尔欢喜，你是不是要去一件代志？什么代志？咱应该结婚啊！当然啦。当然咱嘛是爱结婚，也毋过我有件代志还未对你讲呢。欧良有来找我去公司里调100万回做走路，我会惊讲死到伊若毋抓到，连我都有代志。你哪遮尔好赌咧？万一别啦，我即摆咧讲是讲时间拄着，你得有一个心理准备啊。
你实在是真残忍的，拄好才互我幸福感觉，随着甲我杀灭地角。你是要叫我心里准备啥物？你若毋规气，莫甲我讲就好啊。没啦，是的啦。春怡，我既然决心要做你的某仔，甲你共命做人行就好，无必要烦恼遮尔济，对吧？没啦，违规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哎，阿玲诶，按怎较紧嘞，较紧卡手嘞。阿妈，好啊啦，好啊啦。阿妈，这鸡汤哦真香嘞。当然是香咯。即摆阿美有心哦，来订补好食，对大人囡仔拢好。吼，哎，啊你阿哥嘞？阿哥，也咧困啊？好命关系，好啦，好困，来，咱来入去。那是安那？那是安那啦？我来想，这查某里面就无三个好样，愈来愈好管。好啊啦，你透早透夜就安尼冤家娘债，你是要整恁老爸是无？啊是为着什么代志你冤啊？伊跋输叫啦，我有签小，啊毛跋到过去我车来啦。恁爹咧跋筊，恁若莫当鱼仔边细细念哦，我嘛袂跋输缴啊！啊，我输缴咧记考的时阵，你字也唔摕出来啊！你等人面前慢闹去，你乱扯！恁爹唔相信哦，你等伊来刷就拼。好啊啦，为着跋筊你冤，搁你大细声。天明啊，你就较差不多咧哦。我看早咱就了解知影，你输了了啦。阿玲啊，行，别吵恁老爸老母，较差不多咧啦。阿玲啊，啊，你别动，我要去阿姊遐啦。妈，你敢要去？唔係，你去。阿玲啊，快紧的啦！哦。我甲你讲哈，以后莫当外口哦，把恁爹写死写定啊！我是要安怎你？啊，你现在排到最尾。大兄，哎，大嫂，阿丽啊，啊你等下转来。我昨昏就转来啊。哦。大嫂，歹势哦，哎，我拄仔转来，下晡看你来冤家。阿哥啊，哎呀，凡说你是甲恁咧总经理冤家吼，哎呦，才转来遮大人。请问一下，啊，这回毋知住偌久吼？住偌久是我的自由，啊，毋过我袂住恁兜啦。我来，嘿，阿丽啊。阿姊，姨姐。顺义啊，阿母，阿敏，阿母，你来啊？嗯，我拄食到到，来念讲哦，要阮阿兄遐出看你尔。哎呦，若要找我电话卡，我就来就好，咱就通好阿敏咱黑白行。伊即摆有心是袂使黑白叮当的呢。阿母，我袂要紧啦。嘿，迄哪会使袂要紧？你即摆有心是甲普通时是完全无共款的，爱注意了，哈。来，入去休困，入去休困。阿母，来。我免你牵啦，你金孙甲我顾好条较要紧啦，我免牵啦，吼。啊，入去来。行，阿母，来，你别紧啦。哎，干什么话你牵我，牵阿敏啦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深深的人
一摆一摆行，笑笑一句随缘啦，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看把伊来。到这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